更多的它的这个怎么说呢？解释都是有在经典里面所招出来的那些呢，就是只是一个备注而已。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特别的能够理解，没有特别的理解它的这种内容的时候呢，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揭示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学习的时候，这些都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菩提心的利益跟菩提心的功德的方面。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也不光是在这里听一下课，然后就1个小时的课或者是2个小时的课，这样就完全就是足够了吗？那当然也是不够的。所以就是要从网上也好，如果是为了这个去图书馆也好，那都是很好的，就是要更多的去看这方面的书，这样才是有用的。那么就像一个上师本身的这个传承来说的话，就是那他的这个这本书念一下，做一下苦传也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就是那个修普贤上师言教，那普贤上师言教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苦传，那么就先做一个苦传，然后接下来呢就自己就要好好的去学习，或者是在相当就是讲课型的，就是一般讲一般解释，也这样下去了，也一样也是一个，这就是一个课程，所以就是有同样也是得到传承，所以非常好的。但就是一天讲课就全部能够了解吗？那当然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要接下来的话，就是要靠自己好好的学。那以前我们也是有做过那个读书会嘛，那当然就是读书会的时候，那好像弟子们也比较忙，也比较没有特别多的兴趣。然后呢，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也是看弟子们个人有没有这个需求，有没有办法重视这个事情。那如果是没有办法的，那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嘛。因为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不重视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就按道理来说的，就是应该就是需要做一些读书会啊等等的，这些是非常需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但是有的时候有些是不是看起来我们的弟子们那都可能不需要什么读书，也不需要什么学习，好像都已经是看你们的成就的水准已经到了一个比要读书或者是学习这些书更高呢。那这个也是看起来平常的行为啊，平常的想法，平常的智慧来看起来的话，还是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的感觉。也许可能是我自己是太无明了，然后就是看不出来你们的功德，也是有这个可能，但应该也是这样的。反正就是目前来说到，也是没有办法看得出来特别高的智慧，好像也不需要学习的，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感觉。但是也是有不认真的来学习，不重视课程这些的情况来说的，那应该是更早就应该达到了更高的境界的这样。所以就是反正就在人生中的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好像就是在反反复复，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就是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就好像没有一个平平静静的，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就是一种标准的。所以就这样就只能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开始要好好的要发愿，我们接下来就要讲那个珍贵菩提心，从这个方面，珍贵菩提心众生安乐因，是吧？那从这里呢，我们要接着讲珍贵菩提心众生安乐因，除苦妙甘霖，祈福和能量。这个嘛，那就是要讲到的就是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的功德呢，就是要消除一切众生的烦恼跟痛苦的是一个甘露一样的，就是明药一样的，就是一个甘露明药一样的，非常殊胜的。所以呢，我们平常都是说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药，它可以治所有的病，
那么就只要是任何一个病有得到这个药的话，那一定会治好的。有这样的一个药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殊胜嘛，对不对？对。啊，那如果是我们平常讲啊，菩萨的甘露啊，那就是有一个药是跟甘露一样的，那我们就是甘露是什么？那应该要知道。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所谓的甘露是什么呢？甘露是菩萨的发心，所有菩萨们的发心的这个加持力，我们能够可以感受到，我们可以学习佛陀的教育，这就是佛陀给我们的甘露。那当然我们在修持密宗的本尊的时候，那同样也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也可以摸得着，我们可以喝下去的这种甘露，那也是什么？本身它的材质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做出来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上面有一个看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菩萨的加持，佛的加持，本尊的加持，这就是叫做真正的甘露。所以为什么有一个人为什么就是经常说？甘露丸，一个人今生获得一粒甘露丸的话，种下了一个解脱的种子，他能够可以解脱，至少在往生的时候就是不会堕入三恶趣，然后这样的情况下，那他的殊胜的功德在哪里？是不是他的成分？不是它的成分的功德，那当然就是甘露丸的成分很多都是用各种药材做出来的，各种药材对人体没有危害的那些药材，或者是用水，或者是用一些食物做出来的。那这些本身来说的话，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是今天做一个长寿佛的灌顶，就是做一个长寿甘露丸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藏地有一个糌粑把它那个里面加一点糖跟那个怎么说呢，奶油，然后把它弄起来一个丸子。那这是一个糌粑丸子。糌粑是什么？经常都是在吃的，经常都是在使用的。它有什么样子的功能，就是什么样子的功能。但是糌粑不会是甘露啊。但是经过密宗的修持，经过就是放在坛城里面，甘露那个加持好了以后，它就是甘露丸，不是一个糌粑坨坨。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真正的甘露是什么呢？那么菩萨的生苦意的加持，特别来说的话，就是能够可以代表菩萨的能代表佛的佛的法语佛的这个留给我们的这个珍贵殊胜的这个佛法，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甘露。那么这个甘露它的来源是什么？因为佛的菩提心，菩萨的菩提心，佛菩萨有菩提心，所以就为了度化我们所有的众生，给我们众生这样分享一个这样的这么菩提心的话，菩提心呢，让我们众生断除一切烦恼。断除一切烦恼的结果是什么呢？解脱一切痛苦啊。自本作人着康